咁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而今日呢，香港數獨王錦標賽就圓滿咁落幕啦。咁我就參加咗公開組嘅，我就做咗7題，expect 可以攞到一個銀獎嘅銀牌嘅。第一題就好似 Logic Race 嘅 beginner level，即係最簡單嘅 level。而第二題就類似 easy level 嘅。然之後嗰啲難度呢，就隨住題數上升就不斷咁上升嘅，去到第6題應該係最難嘅標準數獨嚟講啦。不過好彩呢，用到嘅都係比較簡單嘅技巧，例如區塊啊，直接拼除嘅 hidden single 啊。而 set in rows and columns 咧，即係 rows and columns 行同列嘅 pairs、triples、quadruples 咧係唔需要嘅。而我就用咗一個捷徑啦，喺第5題嗰度嘅。Let's say 啦，G7等於2，呢度我用到嘅 coordinate system 就係講緊 A 至 I、A 至 J、A B C D E F G H J，就係第1至9行嘅。而後面嗰個數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咧就代表1至9列嘅。例如 G7 就係講緊第7行第7列。H7 就係講緊第8行第7列咁樣。咁 let's say 啦，G7 等於2，H7 等於3，H8 等於4，J7 等於5，J8 等於1嘅話，suppose C9 係7、8，即係 C9 只可以填7或者8兩個數字其中一個。咁樣嘅話 ，G8 就肯定只能夠係7同8其中一個，因為 C9 係7嘅話，G8 就係7；C9 係8嘅話，G8 就係8。咁就會導致一個6嘅 log candidates in GHJ9 啦，which helps 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去繼續推論嘅。而實際上嚟講呢，我係做嘅過程嚟講呢，係真係可以出到好幾個數嘅，而最後都可以成功做完成個題目，冇用到任何高級嘅技巧。而第7至12條呢，就係變形數獨嚟嘅，花式數獨嚟嘅。第7條係殺手數獨。跟住落嚟係線和數獨，每條線嘅和係15，然之後係大小奇偶數獨、整除雙數獨，仲有一個唔記得咗叫做係情侶數獨定係牽手數獨。不過佢嘅規則係咁嘅，如果圈住嘅數係奇數嘅話，標示嘅方向啱好有一個偶數；而圈住嘅數係偶數嘅話，標示嘅方向啱好有一個奇數，就係咁樣嘅。最後嗰題係奇數類數獨，我做晒所有嘅標準數獨。而做咗一題嘅變形數獨就係嗰個大小奇偶數獨啦。for 嗰個大小奇偶數獨呢，你係要寫低 candidates 嘅，寫低嗰啲標示嗰啲數嘅。for outside indicated cells，for 出面有寫到大小奇偶嘅話，你就要寫低嗰 respective 嘅兩格嘅可能性。例如出面係少嘅話，就要填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咁樣。如果例如其中一格被1、3拼除嘅話，個格就只需要填2、4，就類似係咁樣嘅。而好經常咧，你需要用到 pairs triples 喺行同列嗰度，同埋接住落嚟緊扣嘅技巧，例如 hidden single from those rows and columns 嘅。呢啲技巧環環相扣嘅，所以好緊要嘅。就係咁咯。大小奇偶數獨，因為一開始已經限制咗每格係邊啲數，所以就比較簡單嘅。而其餘嗰5條性質類嘅花式數獨咧，就比較困難，卡咗喺整除雙數獨嗰度好幾分鐘之後就繼續落去做標準數獨咯。本來諗住做4題標準數獨再跳去變形數獨嘅，因為我 expect 第5至6題嘅標準數獨應該係最難嘅，有可能會用到一啲進階嘅技巧，例如 X-wing 啊，或者 pairs triples in 嗰啲行列啊，呢啲技巧比較難去觀察嘅，所以我就諗住 skip 咗嗰2題，再做變形數獨。結果發現變形數獨都好難，所以就做咗經典數獨先，做咗標準數獨先。結果就做晒啲標準數獨佢咯。
總之我總共就做咗7題，希望可以攞到個銀牌啦。如果冇錯嘅話。